台語研究者羅廣成老師出新冊咯，叫做《人生大轉世》，羅廣成圓滑的台語路，記錄着家族來台灣推廣台語的過程。羅老師表示，講面對 AI 時代，咱書寫內容就會當建立成做台語的資料庫，成做台語的記錄。那出版社是講，咱即馬學台語的資源比英國閣較濟，希望咱就愛閣較保守咧。阮阿公少年的時，猶是阿舍。規工毋讀冊，上愛甲人拍拳頭練功夫。一字一句，甲家族為登山來台灣的故事讀出來。作者是常常咧電視節目分享台語萬項知識的台語專家羅廣成。最近伊出新冊，就號做《人生大轉世》，羅廣成圓滑的台語路。這本自傳說文，毋但記錄伊的人生經歷，甲佇台語路的奮鬥，嘛是希望替台語資料留記錄。我感覺若有即個文字的物件留落來，咱即馬是一個 AI 的時代，咱也會當甲咱遮的大家書寫的台語的物件，建立一個較大的即個資料庫。AI 會曉講台語嘅，無聊一天倒轉來叫 AI 來學咱，教咱學台語。羅廣成煩惱台語未來的處境歹，講家己一直咧推廣台語，家己煞無長篇的台語作品，所以才寫這本冊。而且伊嘛講，即馬 AI 愈來愈發展，嘛希望甲這本冊寫做台語資料庫的來源之一。出版社講，羅廣成是推廣台語真重要前輩，出過字典、教材等等，所以嘛希望讀者會當為這本冊看到台語運動的發展。冊內面嘛是有講到，因以前誒學台語無遐濟資源，咱即馬其實有真濟資源，不管是佇 YouTube 還是 Podcast， 攏有真濟迄資源會當去看，也去學。就是講，咱愛加更較珍惜。出版社嘛表示，為羅廣成的經驗，會當了解英國佇欠缺資源的年代，都會當教台語學好勢。即馬資源甲工具攏已經較濟咯，嘛希望鼓勵大家運用家己有趣味的方式學台語。記者郭正王志剛台北報道。